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约拿书第1章第1节到17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第19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基督徒的愿望。咱每一个人拢有愿望，自细汉开始，老师都拢会教导讲，都要去思想讲吼，将来要做啥物货啦吼。但是迄种的期待愿望，就是一种真生活的啦，也是讲真追求成就的啦吼，真现实面的会去思考，甚至有当时是毋是真实际啦吼。原因是咱伫过去迄种政治环境、教育的背景的下面所造就出来。事实上，老师家己嘛真侪时阵陷落伫迄种当初时的气氛，还是讲文化内底。以前咱时常听着也是看着迄种的愿望的作文题目，大概拢停留伫迄种做大事啦，有大事业啦，做大官啦，等等的。基督徒咧，咱的愿望是毋是有无共款啦吼？是毋是咱依然用家己想要爱的代志，伫信仰顶悬成做咱的愿望呢？咱的愿望停留伫迄种被得到医治，这个会通得到新业、事业成就真好。常常听到人咧做见证的时阵，拢讲信耶稣基督了后，上帝怎样赏赐恩典，互因的祭物啦，消除了啦，佮赏赐偌济钱的这个金钱来互因啦吼。如果基督徒的愿望是安尼，那安尼离基督徒这个信仰离基督真正是真远真远啦吼，嘛离上帝会愈来愈远。耶稣基督捌对遐个只有追求新业的人讲，除了约拿以外，无搁再有新业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位互耶稣基督称作新业的主角，故事的主角约拿，伫伊的服侍的中间，却是标准追求家己的价值观。伊家己用家己的民族文化来判断尼尼微城的人是毋是有够格，通去领受上帝的救恩。不但安尼，伊阁选择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来逃离上帝的呼召，并且认为上帝是有限制。所以，因为伊掠做选择坐船去到伫西边地中海，上帝就找袂到伊啊。圣经记载讲，有一天，上主阿米太的囝约拿讲：“你尼尼微迄个大城去，公开来指责遐个人，因为我有注意到因是遐尔邪恶。”但是约拿颠倒相反的方向去，想要逃闪上帝。伊到伫这个约帕港，去到找一点船，要开往他死的船。伊付了船费，上船了后，就甲遐个船员做伙坐船要到他死。伊在想，走到遐就会当离开上帝啊。约拿所代表的就是迄种用个人愿望来代替上帝旨意的人物。但是上帝的旨意却是无法度被
代替。当约拿所坐迄只船拄着大风涌的时阵，约拿就真正来安尼来告别。圣经记载讲，约拿回答：“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上帝，伊是天顶的上帝，是海洋甲陆地的创造主。”约拿阁甲因讲：“我即阵当咧逃闪去即个上帝。”船员听到这个话，就惊一跳，就对伊讲：“你做这个代志会使日。”所以约拿的望是上帝照着伊的标准来做，也是伊望要透过对西方去逃走的船，要来脱离上帝的掌握。但是事实上，拢嘛毋是安尼。基督徒的望应该是伫上帝的旨意，毋是对家己的意思来行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所以约拿就逃闪即个路程的中间拄着窒碍，上帝甲伊阻挡。圣经讲，可是上帝互海上吹大风、狂风、大涌来攻击迄只船用要到破离。因为风涌愈来愈大，因就问伊讲：“我着爱安怎来处理你，才会当互风涌来平静呢？”约拿回答讲：“将我卷起来，迄年的海内底，风涌就会平静。因为我知我会做官，互恁拄着即场的暴风雨。”咱看见即群非犹太人的船员，却是比约拿上帝的仆人更较有疼心，因更较愿意来顾全其他的人，就是约拿的性命，因着拼命来顾船。圣经记载，船员反倒当拼命来顾上，想要甲船搁到伫海岸去。但是风涌愈来愈勇猛，因无法度进前，所以因着呼求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求你毋通因为这个人的命来处罚阮。上帝啊，这一切拢是照你的意思来做的。”后来约拿就被弹到伫海里，互大海吞没。并且伫鱼的腹肚底3暝3日的时间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约拿的新约，预表耶稣基督死了后3天搁活的救恩，也正做基督徒真正的望。保罗也甲哥林多教会基督徒讲，如果咱信基督的人，只有伫今生有望，那安尼咱比世界上的任何人更较可怜啦。因为安尼，事实上，基督已经对死搁活，这是要保证已经死的人也要搁活。因为死亡是对一个人来，死人的搁活也是对一个人来。就好像亲像众人的死是因为因甲亚当来结连，相款众人的搁活也是因为因甲基督的结连。经文更较清楚来表达基督徒的望，毋是短暂的，毋是眼前的，是将来，是永远的。就好像亲像保罗所讲，不过每一个人。就按照适当的次序搁活。上开始是基督，然后伊过来是属伫伊的人，
然后末期才到，迄个时阵，基督要消灭一切灵界即种的掌权的、甲有能力的，将王权交互俾上帝，因为基督必须统治，直到上帝拍败一切的对敌，互因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伊要毁灭最后的对敌，就是死亡。因为圣经顶悬讲，上帝互万物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真显然，即种正所讲的万物，并无包括上帝本身，因为伊就是迄个互万物屈服伫基督骹下。到伫万物拢屈服伫基督的时，囝本身就也要屈服伫迄个互万物拢顺服伊的上帝。通好互上帝伫万物顶悬来统治一切。咱的愿望是在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期待伊会通毁灭咱的对敌，将这个所有的对敌，拢互因来屈服伫伊的骹下，通好互咱通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国话。这就是咱永远的愿望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雅各的后代离开话语，无亲像的人民。迄时犹大成做伊的圣所，以色列做伊的国度。大海看见就逃走，约旦河倒流。大山亲像羊犅着跳，小山嘛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。大海啊，你是安怎逃走？约旦河啊，你是安怎倒流？大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犅着跳？小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？大地啊，你见着主的面？见着雅各的上帝的面，就皮皮喘。伊互石盘变成做水池，互石岩变成做水泉。感谢上帝赏赐互阮有愿望，是通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永生的愿望。恳求主帮助阮持守这个永约，到伫主过来日。感谢主。基督靠主耶稣嘅圣名求，阿门。